一個真正嘅好戶型咧，唔止係對物理空間嘅延伸，都係對生活方式嘅深度洞察同埋賦能。今日咧就帶大家了解一個一線林森、14號線沙田同埋坑子雙地鐵口嘅優質樓盤大華御庭啦。咁今日咧我哋就一齊揭開呢個好戶型嘅神秘面紗。大華御庭打造嘅建築面積75至101 3至4房嘅產品，功能齊全，實用性強。呢個係75平方嘅示範單位，超高嘅使用率可以講係卷王級嘅舒適三房。整體開間朝南，格局方正，全屋通透，送全屋飄窗，帶嚟咗超高性價比嘅空間享受。再睇睇86平方嘅三房，室內空間更舒適，將園景直接引入室內，十分愜意。整體空間上嘅佈局非常之合理。最後咧就係我哋嘅王炸戶型101平方嘅第四房，橫廳佈局唔止空間佈局咧更合理，舒適性咧亦都直線上升。室內浪費嘅空間極少，入門就係玄關位，更係實現咗120平方以上先可以做得到嘅四房格局，啱到好處嘅空間感，充分考慮咗每一位家庭成員嘅生活習慣。交付標準亦都係非常之高，除咗心連電梯、海德泰勒淨水器之外，仲有老品牌嘅廚房三件套等一線品牌，真正實現咗品質人居。一句話總結：同等面積功能更全，同等功能面積更細，總價更低。好嘅產品你值得擁有。咁我哋喺大華御庭見。